揾健康 App 為你解開健康嘅迷思。大家好，我係 Andrew Lee。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問我，你做咗30幾年醫療行業，點解突然之間轉跑道去做一個健康嘅平台同埋 Apps 呢？係咪做厭咗醫療呢？其實呢個決定係完全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嘅需要。首先係因為我嘅屋企人，佢哋有唔同嘅健康需要啦，所以要揾合適嘅醫療資源照顧佢哋，先至發現原來就算我做咗幾多年醫療行業，要揾合適嘅醫療服務，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其次係因為我身邊好多嘅朋友啦，佢哋一有健康嘅問題，就會問我有冇好嘅醫生介紹啊，有冇好嘅醫療資源推介啊。我發現香港有好多唔同嘅醫療資源，但係有好多人都唔識得點樣揾。譬如政府有個 CCSV 長者社區照顧券嘅計劃，政府每個月都會俾合資格嘅長者有1萬蚊去做一啲嘅上門醫療服務，而長者自己只需要俾大約5% 嘅費用啦。聽落都幾好啊，但實際執行上面其實問題都好煩嘅。第一，唔係好多人知道同埋留意到呢個計劃，長者或者照顧者都唔知道有得申請。第二，就算申請得到，社工會俾一份200幾個服務機構嘅提供者嘅名單俾你，叫你自己去揀。唔好話長者唔識揀啦，就算我做醫療咁耐，我都唔識揀啦。我屋企人上年申請到，結果試咗9個月，試咗3間唔同機構，每一間都唔係好滿意。結果如果早啲有一啲嘅用家嘅評價，話邊間比較上做得好啲，我就唔使白白浪費時間，耽誤咗醫療嘅幫助。所以我決定做一個醫療健康嘅平台 Apps， 叫做揾健安，就好似大家用 Mobile Apps 嚟揾餐廳一樣。我諗大家揾到最適合自己嘅醫療資源係好重要，無論係醫療啦、護理啦、長者服務啦、健康產品，大家都可以互相去分享資源，幫助身邊嘅人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健康產品同埋服務。揾健康 App 唔止係一個平台，更加希望做一個關心健康嘅互助社群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與其中，分享你嘅經驗，幫助更加多嘅人作出一啲好嘅健康選擇。記得 comment 啦、like 啦、share 啦、subscribe 啦，揾健康頻道，加入我哋 WhatsApp 群組，仲要去 App Store、Play Store 去下載揾健康 App，揾到健康又安心。